来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民进党有6位立委的参选人，因为太阳花学运是战友，即摆6个拢要选立委。昨暝由这6位立委参选人组成的这个世代政治连线，举办着演唱会专场活动，因为台顶唱歌、拉客、跳热舞，要来展现着甲以往无同款的新世代选举的模式。艺人王彩华带头唱歌，后壁佫伴舞的民进党立委赖品妤甲立委参选人吴派仪黄节伫舞台顶咧跳保庇，气氛正热。歌手弹头嘛现身坐镇，苗捧啊吴晶作为唱歌。昨暝由6位立委参选人组成的这个世代政治连线办演唱会，民众入场去看到这政治人物无同款的一面。他们就会开始不断的攻击我的外表，攻击我的穿着，这就是他们习惯的套路。但是在这里，我要跟他们讲，要讲什么？你做嘛无你惊啦？那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要还？黄节一个出场，真成网络真情的山路高产的角色超上麦，甲山路高产的作者 Eric 做伙唱歌，甚至推出新作品。这个作品名叫做《高选之高》。我姓王，超越男女，认真魅力无法挡。歌手米莎甲别的关的立委参选人詹文学是做伙合唱客家歌。对手一直说我不会讲客家话，那我用唱的给他听。他发音超标准的。6位立委参选人排归排，拢是学运世代战友组成连线拍团体战，办演唱会有真一人捐款，唔那甲民众较亲近，嘛要展现甲英国无同款的新世代选举。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